为着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，国发会目前规划逐年用电成长率是2%，希望2050年的时阵，这再生能源会达到70%。目前所定出的目标是定2030年，先来减少碳排20%到25%。为了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，3日早时，国家发展委员会甲各部会召开记者会，说明台湾净零排放的策略。电力的部分目前规划每年的用电成长率是2%左右，计划以挖70%的再生能源做主体，推动气碳电力。国发会表示，过程是袂欠电。我们还是留有这个电力成长的空间，应该是足以企业界支撑未来的这个持续的这个。产业发展或成长的一些发展。环保署表示，除了能源的转型，民众运输、采买等生活习惯的转型也是重点。相关部会目前定定中期目标是伫2030年减少碳排放20%到25%。2030年到2050年，因为技术发展，会使伫20年内减少到零排放。从现在到2030年是既有的技术的扩大，但是既有的技术基本上是受到一些局限。新的技术应该，到了2030年或之后它才会普遍性的应用。这个是配合 Glasgow 的一个决议，就希望我们在年底大家如果没有更新的都能够再更新，所以我们以这个为目标，再做进一步的检讨。不过，环保团体认为，2030年减排20%到25%的目标是太过保守。短期的、中期的目标定得太低的话，那你其实是不太能够带动这个时间这一段时期的市场的投资。就是说因为你政府的这个政策目标强度不够嘛，我会认为2030年的减碳目标，你至少应该要拉到30%以上。目前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有真大一部分就要挖靠未来技术的发展，也增加达成目标的不确定性。预算的部分，国发会估计到2030年，政府会开9000亿，将近一半规划是国营事业的投资，因相信嘛去因民间的投资达到3条以上，发展再生能源。记者郭本谢桂林台北报道。